今天到點，收到了新界的一位粉絲郵寄過來的一把車鑰匙、一把路虎的車型。因為遙控的按鍵壞了，所以他果斷發過來升級。拿出檢測儀，我們給他檢測一下遙控的信號，看一下是否還正常。按鍵的話都是沒有問題的，只是一個外殼壞了，所以不影響。我們拆開取出裡面的芯片，用到這個芯片就可以升級了。只要你的芯片是好的，外觀是沒有影響的，所以想升級的都可以發過來。拿出我們專用的每一根排線，給它焊接到這個芯片的每一個按鍵上。這個細節的話一定要焊接牢固了，因為改好的液晶鑰匙可以長期使用的。看一下我們這位改的液晶鑰匙的款式，選配的是一款騎士黑，這款液晶鑰匙也非常符合它的車型，因為非常帥氣。改好了之後，整個外觀就高檔起來了。有一個路虎的車標可以觸摸操控的。額外給他的車還升級了功能，升級無鑰匙進入，靠近車輛自動解鎖，遠離車3到5米自動落鎖，以及鎖車升窗可以預約。你的後尾箱自動開啟，可以連接你的手機。控車後，你的手機也可以當做一把車鑰匙了，非常方便。功能調配好了之後，我們再次檢測一下信號。遙控按鍵信號頻率一切正常之後，才可以發回去給粉絲。想升級的都可以來聯繫我。